趕時間的早晨，一碗麥片確實是許多人的救星，又快又方便，立刻就能補充能量。看着包裝上那些維他命和纖維的標示，感覺自己做了個很健康的選擇，對吧？但你有沒有想過，這份看似光鮮的早餐背後，可能隱藏着我們沒注意到的陷阱？哈佛公共衛生學院曾提醒，許多即食麥片其實是隱形糖分的重災區。那些經過精製的穀物會讓你的血糖像坐過山車一樣快速飆升又就降。血糖劇烈波動不僅帶來肥胖風險，還會讓你很快就感到飢餓，反而吃更多。所以關鍵不是完全不吃麥片，而是要學會怎麼挑選真正好的產品。請務必養成細讀營養標籤的習慣，優先選擇糖分低、膳食纖維高的款式，避開那些花花綠綠的巧克力脆片或蜂蜜漢貝口味，它們的含糖量通常驚人。試試看無添加的純燕麥片，雖然口感樸實，但這才是穀物原本的樣子。你可以加入一把堅果、一些新鮮莓果和牛奶，這樣營養就更均衡全面了。健康的早餐始於一個明智的選擇，從明天開始，試着為自己挑選更好的麥片吧。